今日呢條片，我唔係想同大家講鬼故，但我即將要講嘅內容，對於好多揸住現金，特別係揸住港元同美元資產嘅朋友嚟講，可能會比鬼故更加得人驚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我話你知，去到2026，即係短短2年之後，你荷包入面嘅錢，購買力可能會憑空蒸發9%，甚至更多，你會唔會覺得我喺度危言聳聽？最近有一份相當震撼嘅財經預測，指出美元喺2026將會面臨崩盤式下跌，跌幅可能高達9%。而最慘嘅係，因為聯繫匯率嘅關係，港元好大機會會陪葬，甚至有人話港元隨時變廢紙。聽到呢度，你可能會話，有冇咁誇張啊？美金喎，世界貨幣喎。但我同你講，今次嘅信號同過去幾十年都唔同。如果你唔想自己辛辛苦苦儲落嚟嘅身家被大縮水，今日呢條片你一定要睇到最後，因為我會話你知點解黃金嘅部署要趁早，同埋喺呢個大浪蓋過嚟之前，我哋普通市民可以點樣自救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一個概念，點解會有機構預測美元會喺2026出現咁大幅度嘅下跌？呢個唔係水晶球占卜，而係基於宏觀經濟數據嘅推演。我哋將時間線拉長少少睇，由2020年疫情爆發開始，美國政府為咗救市，開動印銀紙機嘅速度係史無前例咁快。雖然話過去2年聯儲局好努力咁加息，想收翻啲水，但係你睇翻美國嘅國債數字，已經突破咗34萬億美元嘅大關。呢個數字係咩概念？即係話，美國每一日單係還利息就要燒幾十億美金。去到2026，美國政府面臨嘅債務到期壓力將會達到頂峰。好多華爾街嘅分析師都睇到呢一點，佢哋預計美國為咗唔讓政府破產，唯一嘅出路就係再次大幅度減息，甚至重新啟動量化寬鬆，即係繼續印銀紙。當市場上面嘅美金氾濫成災，美元嘅價值自然就會插水。所謂跌9%，其實係一個相對保守嘅估計。如果加上通脹因素，實際購買力嘅跌幅可能更加驚人。這就好似你煲湯咁，煲入面得咁多料，但你就不斷加水，最後碗湯淡茂茂，根本無味。美元貶值就係將你手上面嘅財富溝淡咗。講到呢度，可能你會問，美元跌關我哋香港人咩事？我哋用港紙價嘛？各位老友，如果你咁諗就太天真啦。香港實施咗40幾年嘅聯繫匯率制度，簡單講就係將港元同美元掛鈎，美元強，港元就強；美元弱，港元就跟住弱。呢個制度喺過去幾十年確實為香港帶嚟咗金融穩定，但係針無兩頭利。當美元即將面臨大跌浪嘅時候，港元就變成咗一條被綁喺沉船上面嘅繩。試想象下，如果2026美元真係跌9%，港元對其他非美貨幣，例如人民幣、日元、歐元，甚至係對實物資產嘅購買力，都會同步下跌。到時你會發現，明明人工無減，但係去日本旅行貴咗，買歐洲名牌貴咗，甚至去街市買棵由內地運落嚟嘅菜都貴咗。所謂港元變廢紙，當然唔係話將銀紙真係變成廢紙用唔到，而係話佢嘅含金量大幅縮水。喺一個全球化嘅世界入面，貨幣貶值就等於變相減薪。如果你嘅資產大部分都係做緊港元定期，或者揸住大量港元現金，你就要好小心啦，因為你正正係處於風暴嘅中心。再深入啲講，2026呢個時間點點解咁敏感？除咗債務到期之外，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，就係全球去美元化嘅浪潮。以前大家都信美金，覺得美金係避風港，但係自從俄烏衝突之後，美國將美元武器化，凍結別國資產，令到好多國家都醒覺咗。中國、俄羅斯、巴西，甚至係中東嘅產油國，最近幾年都好積極咁推動用本幣結算，減少對美元嘅依賴。當全世界都唔再爭住要美金嘅時候，美金嘅需求就會下跌。供求定律大家都識，
供應多，需求少，價格自然就會跌。以前美國可以靠印銀紙去全世界買嘢，將通脹輸出俾其他人，但係如果大家唔再受呢套，啲美金就會回流返美國本土，造成美國國內惡性通脹，繼而進一步推低美元匯價。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，而2026好可能就係呢個循環爆發嘅臨界點。對於香港嚟講，夾喺中美角力之間，港元嘅處境就更加尷尬。雖然金管局有龐大嘅外匯儲備去捍衛聯繫匯率，但係如果美元本身個底爛咗，捍衛得幾好都冇用，因為你捍衛緊嘅係一種正在貶值嘅貨幣。既然知道前面有個大坑，我哋當然唔可以坐以待斃。標題講嘅黃金部署要趁早，絕對唔係一句口號，而係經過深思熟慮嘅策略。點解係黃金？唔係比特幣，唔係樓市。首先講下樓市，香港樓市同利率息息相關。雖然美元跌可能導致減息，對供樓係好事，但係經濟前景不明朗，加上人口結構改變，樓市已經唔再係以前嗰種必勝嘅投資。至於加密貨幣，雖然佢有抗通脹嘅特性，但係波動性太大，風險太高，唔適合做大部分身家嘅避風港。正反落嚟，經歷過幾千年歷史驗證，真正能夠保值、抗通脹、避險嘅資產就只有黃金。你看下世界各國嘅央行做緊咩就知。過去2-3年，全球央行買入黃金嘅數量創咗幾十年新高，特別係中國央行，連續10幾個月增持黃金。聰明錢已經做緊嘢，佢哋靜靜雞咁將手上嘅美金債券換成黃金，目的就係為咗應對未來可能發生嘅貨幣信用危機。央行都咁做，我哋普通小市民更加要跟住做。咁具體應該點樣部署呢？我建議大家要分3個階段去睇。第一個階段就係而家，即係2024同2025呢段時間，千祈唔好覺得2026仲好遠。投資市場永遠係走在實體經濟前面嘅。當2026個跌浪真係殺到嚟嘅時候，黃金價格可能已經飛升到你去唔到嘅價位，所以而家就係趁低吸納、分段注資嘅好時機。我唔係叫你聽日將所有錢攞去買金，而係要有策略。你可以將資金分成幾份，每當金價回調嘅時候就入少少。例如，當金價跌穿$2000或者喺某個支持位嘅時候，就係入貨嘅機會。記住，買黃金係買保險，唔係炒短線，心態要放長線。第二個階段係資產配置嘅比例問題。以前傳統嘅理財觀念可能話黃金佔資產5%至10%就夠，但係面對2026可能出現嘅美元危機，我覺得呢個比例可以適當提高，去到15%甚至20%都唔過分。當然，這要視乎你個人嘅風險承受能力同年紀。如果你已經退休或者接近退休年齡，保本係最重要嘅，咁黃金嘅比例就可以高啲。如果你仲後生，有賺錢能力，咁你可以進取少少，但係黃金作為壓艙石嘅角色係不能缺少嘅。至於買咩金，實物黃金當然係最穩陣，例如金條、金幣，因為佢睇得見摸得着，無對手風險。就算銀行執笠斷網，舊金喺你手度就係你嘅。當然，實物黃金有保管成本同買賣差價大嘅問題。如果你嫌麻煩，黃金 ETF 都係一個選擇，但要揀啲有實物支持嘅 ETF， 同埋要留意管理費。至於紙黃金，我就唔太建議啦，因為如果真係發生極端金融風暴，紙黃金可能只係一堆數字，兌現唔到實物。第三個階段係心理建設。喺未來呢2-3年，市場一定會充滿雜音。當聯儲局一時話加息，一時話減息，金價肯定會大幅波動，甚至會有專家出嚟話黃金無用、美元好強之類。喺呢啲時候，你一定要堅定自己嘅判斷。你要記住，我哋買黃金唔係為咗賺嗰10幾20嘅差價，而係為咗對沖美元長期貶值嘅風險。當2026美元真係跌9%嘅時候，
你手上嘅黃金可能升值咗20%、30%，咁樣一來一回，你嘅購買力先至可以保持不變，甚至有增長。這就是有錢人之所以越來越有錢嘅秘密，佢哋識得喺危機未發生之前就做好防風措施。講返轉頭，除咗買金，仲有冇其他方法可以應對美元下跌呢？當然有，多元化貨幣配置都係一個路數。雖然港元同美元掛鈎，但係你可以適當持有啲非美貨幣資產，例如人民幣債券、新加坡元存款等等。不過呢啲貨幣始終都係法幣，依然會有通脹貶值嘅問題，只不過係貶得快定慢嘅分別。相比之下，黃金係無國界、無發行機構，唔能夠隨意增發嘅硬通貨，佢嘅地位係法幣取代唔到嘅。有人會問，如果2026美元無跌呢？如果你估錯咗呢？好問題。如果美元無跌，繼續強勢，咁你揸住黃金可能會輸少少利息或者機會成本。但係試諗下，輸少少利息同輸掉成副身家嘅購買力，邊個風險大啲？這是一個值博率嘅問題。而且從歷史大周期嚟睇，無一種法幣可以永恆不變。美元霸權嘅衰落係大勢所趨，只係時間問題。2026未必係世界末日，但肯定係一個重要嘅轉角位。再講多少少關於香港人特別關心嘅問題，就係聯繫匯率會唔會脫鈎？呢個話題好敏感，官方口徑一定係話唔會。但係作為投資者，我哋要諗極端情況。如果美元真係跌到好似廢紙咁，香港仲有冇必要死守聯繫匯率？如果到時被逼脫鈎，或者改為掛鈎一籃子貨幣，甚至掛鈎人民幣，港元嘅匯價會點走？無人知，可能升，可能跌，變數極大。喺咁多不確定性之中，黃金就係唯一確定嘅嘢。一盎司黃金，無論喺香港、紐約定係倫敦，佢嘅價值都係一樣。當你揸住黃金，你就等於擁有咗跨越國界、跨越政權嘅財富儲存工具。所以我成日同大家講，黃金部署要趁早，唔係叫你炒賣，係叫你買個安心。其實睇返歷史，上世紀70年代，美元同黃金脫鈎之後，曾經試過大幅貶值。嗰陣時黃金由35美元一盎司升到800幾美元，升咗20幾倍。當時無揸黃金嘅人，身家就咁被通脹食咗一大截。雖然歷史唔會簡單重複，但總是會有押韻。今次美國嘅債務規模比70年代嚴重好多倍，加上地緣政治咁緊張，黃金爆發嘅潛力絕對唔容忽視。你可能會覺得而家金價2000幾蚊好貴，買唔落手。但係如果用10年後嘅眼光睇返轉頭，可能你會覺得2000幾蚊係地板價。試諗下，10年前即係2014年嗰陣，金價係幾多？大概係1200幾美元。嗰陣都有人嫌貴，結果而家升咗成倍。如果你因為嫌貴而唔買，最後可能就要付出更加昂貴嘅代價。當然，投資涉及風險。我今日講嘅所有嘢都係基於目前數據同趨勢嘅分析，唔構成絕對嘅投資建議。每個人嘅財務狀況都唔同，你要根據自己嘅實際情況去決定。如果你每個月係月光族，連飯都未食得飽，咁你首要任務係儲錢同開源，而唔係走去買金條。但如果你係有一定積蓄嘅中產，或者係為緊退休做準備嘅朋友，咁你就真係要認真考慮下我今日講嘅嘢。美元2026跌9%，這只是一個平均數嘅預測。對於個別商品或者服務，通脹可能會更加誇張。你要問自己，你有冇能力承受資產縮水嘅痛苦？如果你唔想做大戶嘅點心，唔想被金融風暴收割，咁就要學識保護自己。講到具體操作，仲有一點好重要，就係唔好借錢買金，千祈唔好做槓桿，因為我哋搏嘅係長線升值，中間嘅波動可能會好大。如果你做槓桿，好容易喺黎明前嘅黑暗被震出局。用閒錢買，買完放喺保險箱或者床下底，發揮佢鎮宅之寶嘅作用，
咁先係最聰明嘅做法。仲有，要留意黃金相關嘅股票，即係金礦股。通常金價升，金礦股嘅升幅會更加大，因為佢哋有盈利槓桿。不過金礦股受股市大勢影響，風險比實物黃金高，適合進階少少嘅投資者。對於大部分普通人，我依然首推實物黃金或者黃金 ETF。最後，我想總結一下，世界變緊，變得好快。過去幾十年我哋習慣咗嘅金融秩序，可能喺未來幾年會發生翻天覆地嘅變化。美元獨大嘅日子正在倒數，2026可能就係嗰個轉捩點。港元作為美元嘅影子，難免會受到衝擊。面對咁大嘅不確定性，黃金係我哋普通人手上面為數不多可以對抗洪流嘅武器。唔好等到身邊啲師奶都排隊買金嘅時候，你先去買，嗰陣通常都係接火棒。真正嘅投資智慧係人棄我取，人取我予。但對於黃金呢種戰略資產，應該係未雨綢繆。趁而家大部分人仲沉醉喺股市泡沫或者定期存款嘅高息假象入面，你靜靜雞做好部署。等到風暴真係嚟嘅時候，你可以淡定咁飲住茶，睇住人哋恐慌，咁你就係贏家。今日講咗咁多，希望能夠俾到大家一啲啟發。如果你覺得條片有用，記住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嘅頻道，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關心荷包嘅朋友，特別係嗰啲以為揸住現金就最安全嘅長輩，你一定要俾佢哋睇下，理財係一場長跑，唔係睇邊個跑得快，係睇邊個跑得遠，跑得穩。喺2026嚟到之前，裝備好你自己，守護好你嘅財富。下集我哋會再深入探討下，除咗黃金，喺高通脹環境下仲有咩資產可以幫我哋保值增值，千祈唔好錯過。多謝收看，我哋下次見。